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0号，这一期啊，咱们闲聊啊，聊什么呢？聊中国人的精神状况。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是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叫张宏杰，他这个文章标题叫《刘邦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为什么聊这个文章呢？是因为这个张宏杰老师啊，这个文章里面的观点和我30年前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历史老师说的极其相似，所以啊，他勾起了我的回忆。结合当下啊，那更有这个现实意义。就是我们对当下有很多困惑，都跟中国人的精神状况有关系。你比如说啊，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这违法，这不好，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又去做，然后政府呢，有关部门去管，也是屡禁不止啊，对吧？你比如食品安全，你比如以次充好，卖假货，对吧？红薯粉里没红薯，这个对不对呢？我想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不对，这么干不应该，但是偏偏有人去干，而且屡禁，你就是罚，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这个跟张宏杰老师这个文章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先看一看啊，张宏杰老师这篇叫《刘邦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汉高祖刘邦啊，对吧？那是秦朝之后又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在秦始皇之后啊，说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贫困文化，或者说底层文化日益取代贵族文化。这个张宏杰老师啊，他说秦始皇之后，但是他没有说啊到什么时候结束。我在想啊，那恐怕还没有结束吧。当下也是，我记得上个世纪啊，咱们的口号是越穷越光荣啊，对吧？那个时候讲成分，你是地主富农，那你就完蛋了。但如果你是贫下中农，那你又红又专，对吧？越穷你的政治地位越高，这个大家自己去想啊。说多了这个恐怕不让说啊。我们看这个张宏杰老师他这文章怎么说的啊？他说秦代末期的楚汉之争就是底层文化战胜贵族文化的第一例，其结果就是平民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并把底层气质注入到最高政治当中。张宏杰老师说啊，他说汉高祖刘邦是一个起自低层的流氓，刘邦从小没有读过书，也看不起读书人，看到读书人戴着端正的帽子，就叫人取下来往里撒尿。这个确实啊，一个儒生啊找刘邦，然后刘邦就嘲笑他，让他把帽子拿下来，冲里面尿了一泡尿。这个刘邦啊，你说他到什么程度啊？他没有名也没有字，所有的名字恐怕是后来啊才取的。他在兄弟4个人中，他排行老3，所以人家叫他季，老大叫伯嘛，老二叫仲，老3叫季，应该这么排啊。实际上就是按我们现在通俗的叫法，那他就叫刘老三，或者是那刘家的3小子，那一般就这么叫啊。朱元璋叫朱重八嘛，你看朱元璋和刘邦都是出身这个底层啊。这个刘邦啊，从小游手好闲，不是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也就是亭长啊，成天和那些衙役勾肩搭背，庭中吏无所不写毁，这个什么好酒几色，又没有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实际上就是啊，刘邦当那个亭长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无赖，游手好闲，小混混，一直混到什么时候呢？混到40岁都还没有成家立业，也就是结不了婚啊，嫌彩礼高啊，也没有婚房，只不过在朋友的帮助下混了个小小的泗水亭长。亭长主要职责呢，就是逐捕盗贼啊，维持地方治安。用今天的话来说啊，就相当于乡派出所所长。这个位置倒十分适合刘邦的流氓脾气。这个当时的政府恐怕采取的就是以流氓治流氓，对吧？所以让刘邦去当那个亭长。楚汉战争中啊，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啊，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2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10余。公元前206年，楚汉交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当了俘虏。项羽在军前架起烧锅，把刘邦的父亲放在案板上，要挟刘邦说啊，再不投降，我就把你老爸下了油锅。谁知道刘邦居然嬉皮笑脸的说啊，当年咱俩曾结拜为兄弟，所以我爸就是你爸。今天哥们儿既然打算把咱爸给喷了，可别忘了给兄弟我留碗肉汤。这个项羽啊，一见刘邦这一副流氓相，也无可奈何，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啊拉倒。说到项羽啊，这个项羽祖上是战国时代的贵族，他身上残留着贵族的高傲和高贵，是一个个性分明的伟大夫。楚汉战争当中啊，一次两军对垒，刘邦手下一个神射手叫楼房，连射死楚军
3员大将，项羽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战，也就是他亲自上。这个项羽站出来之后啊，这个楼房准备拿箭射他，而这个项羽圆目怒睁这个楼房被项羽的这个气势吓到了，不敢直视，手不敢发，也就不敢放箭，气势上已经被项羽给镇住了。然后这个楼房这神射手不仅不敢射，还败退，躲到那个后军中不敢复出也就是说那个楼房想要射项羽，项羽往那一站，眼睛一瞪，大吼一声，楼房吓得屁滚尿流，跑进军营中，再也不敢出来。那个张文杰老师说乌江之战的结果更说明了项羽身上难以化解的宝贵精神。乌江之战，项羽本有机会逃亡，因为当项羽来到乌江边时，有一条船在那里等他，驾船的乌江亭长早早等在那里，一心要营救项羽。他对项羽说现在整个乌江之上只有臣这一只小船，请大王立即上船，汉军无论如何追不过江的。江东虽小，地方千里，数十万人，完全可以在那里再成就霸业。然而项羽却谢绝了亭长的好意他只是请亭长把心爱的战马带过江去，自己却随这个和随后的亲兵全部下马步行，冲入重围，同前来的追杀的这个汉军短兵相接。当然了，这是一场寡不敌众的战斗也是一场无济于事的战斗。这个项羽受伤10多处，最终不知自刎身亡。项羽以战死的这种方式维护了他最后的尊严。如果战斗放弃，举手投降，那就不是项羽。项羽死得很光荣，然而这个光荣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贵族精神和流氓精神斗争的结果是贵族精神失败了。贵族太好面子，太讲规则，而流氓则更厚黑。一个恶化的生存环境中，后者当然更有竞争力。项羽的死象征着贵族精神的失败，满嘴粗话的地痞刘邦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它证明项羽式的高贵、勤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中国，而随机应变、不择手段的卑劣之徒却能脱颖而出。从那时候起中国式竞争就变成了比谁更痞，谁更赖，谁的脸皮更厚，谁更残忍，不在乎。这个是张文杰老师最后说的结论从此中国人的精神就堕落了，进入了周而复始的所谓的叫什么历史周期率。这个看完张文杰老师这篇文章所以我想起了我的高中的还有一个初中的历史老师。我当时记得我们历史老师上课的时候说他说这个项羽是英雄，刘邦就是个小人但是我们课本上可不是这么说的，对吧？刘邦是汉高祖所以这个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具体怎么说的我现在记得都不太清楚了，但是他的观点跟这个张文杰老师说的是差不多的，就是流氓战胜了英雄是一个悲剧，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悲哀。所以我在想我顺着这个张文杰老师还有我那个历史老师的思路我就联想到现在，对吧？张文杰老师意思就是贵族精神败给了这种流氓精神。什么叫贵族精神呢？对吧？咱们恐怕都听过一句话说这个贵族你至少要好几代人去培养才能培养一个贵族。贵族不是你有钱就行，贵族肯定不是暴发户，不是土豪，对吧？这种贵族是要经过多少代这个沉淀，这种贵族精神那什么叫贵族精神呢？我想说来说去就是有契约精神，讲规则，有底线，对吧？这是贵族精神的一个标配。当然还不止这些比如说他有什么理想，对吧？有什么一个精神追求，这也有。我想他跟这种流氓精神相比他更注重荣誉、信誉、规则。按我们现在说呢，就是法治，甚至他的道德水准、道德要求在法治之上，就在法律之上。那流氓精神什么呢？那就正好反过来，不讲规则，只求成功，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没有底线，厚黑学、成功学。这么一说的话，大家对照当下，你就发现我们现在的处事原则，对吧？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课本上或者是宣传号召中我们是一种要求，但是我们实际形式整个社会运行是不是靠一种流氓精神在运行？这种后果是什么呢？就像刘邦打败项羽一样，刘邦打败项羽某种程度上就是劣币逐良币。你遵守规则，对吧？你在鸿门宴中没有把刘邦给杀掉，那就是你要失败。这种劣
劣币逐良币啊，在我们当下不是比比皆是吗？各行各业，无论你做什么，你守规矩，你老老实实的，你会吃亏，你甚至活不下去，对吧？你开个小餐馆，如果你讲究你的食材，你讲究你的这个卫生，你讲究你的食品安全，你坚决不用地沟油，对吧？你要用好的油调料，对吧？你搞一个卫生好的环境，但是你就能活得下去吗？你活不下去，因为啊，别的饭店人家用的地沟油，用的临期的食品，用的是以次充好的食材，用的是那些不讲究卫生的厨师，它的成本极低，结果你这个追求品质的大概率是活不下去。那为了应对这种价格战怎么办呢？你也得降成本，降成本最后只能跟对方是一样，用上了地沟油，用上了这种劣质的烂菜叶子，这个什么死猪肉啊、冻猪肉、僵尸肉、淋巴肉，因为都要降成本的，既要降成本，对吧？既要便宜，还要追求利润，就要赚钱，那你只能是疯狂的降成本。降成本说不好听一点，流氓精神就是没有底线，那就是以次充好。为了让粉丝，对吧，吃上这个便宜的粉丝，所以红薯粉里没有红薯，用木薯粉代替。木薯粉呢，价格好像是红薯粉的1/5。茅台酒里面，对吧，可以在不开盖的情况下，把里面的真酒，给你抽掉多少，然后再注上假的茅台酒，这么聪明的事情，以次充好，对吧？食品安全，你看看那些学校里面中学生、小学生他们吃的午餐、晚餐这种事情，对吧？屡见不鲜。这些学校的这个午餐、晚餐啊，往往还是经过招标的，招投标，你看上去形式还挺规范，但是啊，真正，对吧，讲究卫生、讲究品质的这个公司啊，他进不去，他一定会败给这些走歪门邪道的、讲流氓精神的，对吧？他要找漏洞，他要抄近道，他不仅要压低价格，他还要送礼贿赂。你这公司正经做的，你不贿赂，那你就被淘汰啊。然后你把这样的公司招标上了，对吧？那些追求那个低价的，还要从里面抠出利润来行贿的，那你说他能保证那个午餐晚餐的品质吗？所以他就用那劣质的肉，那很正常，那是必然。这个张文杰老师说啊，这个刘邦战胜项羽是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对吧？有了第一次，后面就顺理成章，就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你讲究的人根本赢不了，对吧？你只能啊不按规则办，不按常理出牌，不能有底线，对吧？你一旦有仁慈之心，那失败的就是你，对吧？不光是食品行业啊，商业领域这种劣币逐良币啊，这种现象比较，实际上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一样啊。干得好的、努力认真的未必有好报，但是那些投机取巧，对吧？投机倒把的，往往会得到实惠。你会发现你身边有很多人工作能力不行，工作成果也一般，但是就因为他，对吧，善于拍马屁，对吧？他爬得又快，爬得又高，工资比你还拿得多，导致真正干活的人呢得不到重用，完了最后就是叫心灰意冷。这种现象大家都知道不好不对，但是却无能为力。所以第二个层次啊，我在想，就是这种流氓战胜贵族，导致精神劣化，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是我们这个土地特有的现象，还是说全世界其他地方大抵如此啊？也差不多。所以这个我比较关心，在俄罗斯存在不存在这种现象，对吧？在美帝那儿有没有这种现象？欧洲有没有这种啊？如果这种现象是咱们这儿特有的，那为什么咱们这儿形成这种现象？所以说啊，这个我啊只是叫抛砖引玉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未必成熟啊。我觉得是从秦朝开始，从商鞅变法开始，把人定义为工具。商鞅变法实际上就把人定义为工具嘛，人已经不是人了，人是工具，人是为国家这个战车服务的，对吧？一颗螺丝钉，就没有这个真正人的概念。所以我们叫耕战嘛，不打仗的时候你就是农民，你就是为国家种地、交租子、交税，要富国强兵，就是把大头放国家那儿，就是韦伟老师的主张，国家强盛。你看不打仗的时候你是农民，要耕地，还得做贡献；打仗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更得为国做贡献，这是叫上战场冲锋杀敌，对吧？这种理论啊，它这种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追求所有的国家强盛，但是这个跟这些老百姓啊似乎没什么关系。老百姓就定义为耕战，你就做两件事，把人当成工具，人当成工具，工具就是财产，对吧？人变成某一个组织、某个集体的财产，把人矮化。然后秦始皇实行的是什么郡县制，就是说他灭了六国以后啊，包括那个秦灭六国打仗，对吧？他的这种奖励政策，他的这个奴隶制啊，对吧？你上战场，你杀了几个敌人，你割了几个人头，割了几个耳朵，就奖励你多少亩地，对吧？你的身份会改变，你本来是个奴隶，你现在变成个自耕农，自耕农变成有一定的土地，跟着你在战场上的战功，把你从以前这个封建领主啊，变成这个或者是叫奴隶主的奴隶，把你变成国家的
奴隶，本质上你还是奴隶啊。秦灭六国啊，实际上就已经标志着贵族精神的失败。也就是说，贵族精神实际上它不是败给流氓文化，它败的是这种国家体制。商鞅在秦国实行这个变法以后啊，国家变成一个战争机器，在这个机器的碾压之下，六国啊，那六国不都是贵族吗？项羽就是楚国的，因为他西周啊、东周搞了800年，800年相对比较稳定，春秋战国，所以培养出一批贵族，就所谓的贵族精神。所以说贵族的失败不是被刘邦只是画了个句号，贵族的失败实际上是商鞅变法开始没有贵族，秦朝就没有贵族，只有皇权。其他的战国对吧，这个齐国啊、楚国你有贵族，你已经跟不上了，你就等着失败吧，对吧？秦统一六国以后自然就没有所谓的贵族，当然了，秦始皇也没有把这些贵族所谓的贵族啊给他屠戮殆尽，说全部杀干净，但是他这个体制里面已经没有贵族的地位，他实行的是郡县制，从上到下皇帝一个人管，皇帝委派的是什么呢？委派的也是这些流官，对吧？你在那个地方当个3年，然后再换个地方，这个对吧？这种体制下是不允许出现贵族，只有皇权。或许啊会出现一些豪门大族或者叫豪门望族，但是那绝不是贵族。贵族精神是什么？我们刚才说了啊，一个是讲规则有底线，我们经常说贵族那都是欧洲的那些贵族，欧洲好像是因为都是城邦制嘛，欧洲一个村庄恐怕就是一个小国啊，他那个国实际上就是封建领主，他那个国王或者皇帝虽然叫皇帝，实际上很小，对吧？欧洲那个城堡多啊，一个城堡恐怕就是一个皇帝，实际上应该就是大地主领主啊。他跟秦朝不一样，那秦朝你所有东西都是国家的，对吧？欧洲那小国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那个领主，对吧？那个小皇帝领主再向那个大皇帝去进贡或者交税，他们之间不是绝对的这个叫所有的关系，对吧？这些这个封建领主啊，或者这些城邦啊，这些领主这些皇帝，他们对自己负责，有点类似于周朝的分封制啊，或者叫井田制。所以说他们打仗一旦有外敌入侵，对吧？那些领主是亲自上阵，对吧？欧洲的贵族就这样，打仗的时候亲自上，冲在第一个，这是自己保卫自己啊，就像那个项羽一样，冲在第一个。所以我觉得啊，咱们的所谓的贵族精神实际上是亡于这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完之后，不幸的是秦统一了六国，所以就没有贵族精神滋生的土壤和那个制度。秦朝统一啊，一共才10几年。刘邦为什么能够夺得天下？我认为啊，实际上刘邦就利用了这些没落的贵族啊，因为秦始皇并没有说把这个，因为要么就时间太短来不及，他一共才10几年，要么他没有这个想法。总之啊，六国的这些贵族并没有全部杀掉，没有彻底镇压，所以后朝后代的人汲取了这个经验教训，对吧？一旦这个革命成功，或者一旦把前朝推翻，那前朝的一老一少坚决不能留啊。秦始皇没有做这一步啊，什么原因这不太清楚。所以说啊，这些人是反秦始皇反秦的一个主要力量，他在酝酿。说刘邦就是利用了这个，当然了，理由就是秦始皇的暴政失民心，实际上他不是失民心，他失的是贵族的心，没落贵族的心。因为你不管怎么说啊，这个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才10几年，这些土地啊都分给了那些农民或者是地主，远远还没有到兼并呢，就是流民，就是失地农民越来越多，这些都还没有产生啊。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啊。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当今社会啊，我们确实缺乏贵族精神。这个贵族精神为什么失败？为什么现在没有？那是因为这个制度不允许你有贵族精神，对吧？贵族精神不是败于刘邦这个流氓精神，而是败给了这个秦始皇商鞅变法，对吧？秦制。那么张文杰老师说啊，在秦始皇之后，他没有说之后到什么时候，实际上啊，秦始皇之后到现在啊都是秦制。所以这个商鞅、秦始皇他呀把中国的历史进程啊，就像有个开关一样的，他拨了一下，方向变了，从此啊就回不来了。一旦恢复贵族精神，对吧？一旦具有了贵族精神，那秦制啊它就难以维系。这个贵族精神更多的讲究的是自由、物权，对吧？你的财产，那跟维维老师说的对吧？你的财产在大头那儿，这个完全是相反，背道而驰。最后我想说的是啊，没有贵族精神，那就注定了我们什么所谓的地沟油，对吧？这个食品安全、以次充好、卖假货这些东西啊是根治不了的。然后这个超近道、投机取巧、劣币逐良币，恐怕就跟我们是如影随形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